我几年都没做黄牛了。我告诉你了，我们不只抓了你们这几个人。哦，可以啊，你只要抓了证据，我什么都服。我告诉你，如果是我做了假票，做了他，我的全家死绝，我儿子、我孙子都死绝。这种话你都说得出口？说得出口。我那个孙子3岁，如果做了，每天是死绝。啊，你看一下美女，试看要不要赢一下吗？好像是，我们记得是这个人。哎，你还拍到我的照了，你还记得是我这个银行？哎，你转这是转给谁的嘞？转给什么了嘞？你是转？上海的。这是你的流水上面是有这个东西，不是我做假的。如果是我做了假票，全家死绝，我儿子、我孙子都死绝。